水啊！啊，你是久咧说呢，哪会遮尔慢啦？我真是看你啊！一声爽啊！哦，人无爱你啊！ 遐大人吼，味道较单纯啊。几处卡？啊，你敢知影你住几号？ 332，啊，你应该是隔壁间啦。就回来跳啦！你跳了跳。我看代志无遐尼单纯，前几工啊有人安尼。是毋足恐怖的？恁两个人才拄搬来呢，嘛想过拄好啊吧？我感觉阮社区哦，有人咧出面哦。你是推理小说看伤济。